偉基情。同你一齊傾偈，好多時候喺茶聚嘅時候都會暢所欲言，講一啲關於一直以嚟大家好可能咧喺職場上面啦，甚至乎其他嘅朋友嘅身邊都會隱藏嘅小秘密，成為咗你個好朋友閨蜜已經一段時間，我哋都會固定抽出一啲私人嘅一啲空間去為對方帶嚟一啲分享。今日喺茶聚裏邊，你同我分享咗點解一直都唔結婚，單身好多個原因噶，唔係一定咧要兩個人咧喺埋一齊就會要快樂，唔係話要面對住大家一齊有一啲共識，呢個咧就係人生裏邊嘅進步。自己顧唔好，仲要顧及人哋嘅情緒，久唔久你會覺得好攰啊！仲記得你話分手嘅時候咧，要面對一啲嘅回憶啦，跟住又要治療自己嘅傷口啦。點解要之前經歷咁多快樂換嚟嘅痛苦咧？不如一個人乾乾脆脆咁生活，咪更加好咯。喺我眼中嘅你係一個強人，唔單止喺工作方面，生活方面都係。好多時候我都會喺唔刻意嘅情況之下，欣賞完你之後，自己喺生活裏邊都會抽取你嘅方式，喺自己嘅生命之中睇下可唔可以實踐得到。自己都單身咗一段時間，都嘗試過一個人生活，孤獨，忙碌咗一日之後，好好咁樣食一餐飯，放鬆一下，但係面前嘅就只係空氣，而唔係同你一齊進餐嘅另一位嘅人士。心力交瘁嘅時候咧，又忍唔住，唔知道應該打電話俾邊個好呢？係咪從一啲嘅短信裏邊就可以將自己心底裏邊嘅說話講出嚟，就可以解決到呢？單身有好多好多感覺到唔好嘅地方，但係單身亦都有另外一個地方，就係真係唔需要為對方而煩惱，自己解決咗煩惱，自己面臨咗挑戰，或者接二連三咁樣喺面前出現咗一啲排山倒海嘅困難，原來自己都可以面對到，解決得到嘅時候，又有另外一種嘅開心，同埋覺得自己嘅成長。好多朋友都可能已經過咗40歲啦，煩惱已經變成另外一種，可以話冇乜所謂，而喺我哋腦海裏邊亦都呈現咗一種唔會再懷疑不惑嘅一個現象，而且自己去解決問題，自己去消化情緒，亦都成為咗習慣。40歲過後嘅你，會唔會就同我一樣，唔會再諗其他一啲虛無縹緲嘅事情，只會為自己40歲嘅未來再未雨綢繆，再作打算呢？